今仔日是选情的最后一天，蔡英文集中火力伫北台湾，二时伫新北市扫街，暗时会参加伫高雄甲台北的选情之夜。台北市中山区的立委的选战是国民党的蒋万安甲民进党的吴怡农的相随之争。蔡英文特别甲吴怡农做伙开直播，讲支持吴怡农，就是支持蔡英文，强力来催票。谢谢，加油！选战最后关键时刻，蔡总统第一站就甲立委候选人吴怡农直播，说来阁要合体扫街，看得出来对伊的重视。怡农算是我的邻居了哈，那我来给我的邻居加油打气。我要诚恳地呼吁我们的选民，支持吴怡农就是支持蔡英文。最好的感谢就是赢得胜利。我进入国会，我绝对会带着非常明确的态度看待所有国安的议题。台北市中山区的对决备受关注，伊行到的所在拢会吸引女性的支持者，但是这股力量敢会当化为选票？我们对我们的胜选越来越有信心，但是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绝对不可以大意，直到票投下去，直到票开出来，选战还没有结束。总统蔡英文选战最后冲线留伫上北市，扫街车队对土城出发，再搁到邦桥三点埔，最后搁回到台北市南港中正区。暗时重头戏，选战之夜就伫高雄红山开场，最后集中火力伫凯道民主胜利之夜登场，拼到最后一刻，争取下一个4年。